點解啲人可以攞住一頁紙就可以彈到咁好聽？當年咧，我真係完全唔明啊！以前我考8級咧，一路都係雙手咁樣彈住五線譜啊。咁我自己喺出邊啦，或者教會啦，見到啲人咧攞住一頁紙，亦都冇左手譜噶，就咁就彈到噶咯，可以彈埋伴奏添噶，又自彈自唱喎。哇！我真係好困惑啊！我試過咧好真誠咁樣問一位朋友，佢答我靠感覺咯。即係聽完咧，我真係好唔忿氣啊！咩靠感覺？唔通真係有天分嘅人先可以做到？最誇張咧係我練一首歌咧，哇係足足練成個禮拜，好慢咁樣先彈到一頁，一字一句咁樣練。佢哋唔係㗎，冇練過㗎，攞住份譜咁樣擺喺度就彈到㗎啦。嗰種感覺咧真係好似我幾努力我都追唔到喎。後來咧我決定咧係咁研究，發現咗個真相。原來咧右手可以加啲和弦音落去，正常彈單音就係咁。但係咧，如果你加埋個和弦咧，就會彈到 C、E 一齊啦。哇！又或者可以彈一個啦，咁啊變咗第二個 chord 啦。就係咁樣咧，即刻豐富咗喎。咁我嗰一刻就覺得我自己好似發現咗新大陸咁樣咯。我先明白原來係唔關級數事㗎，係個思維問題啊，係個腦諗緊嘅過程唔同啊。你係咪仲係雙手咁樣跟住個五線譜啊？無論幾努力咁樣去揾車啦，係永遠都去唔到長洲，因為長洲要搭船㗎嘛。唔係你唔努力啊，係用錯咗方法。一攞到首歌咧，基本上就可以彈到㗎啦。你想知道點樣可以利用呢個和弦加音嘅公式咧？下條片話你知，記得 follow。